你好，喂，你人去倒位啊啦？你要怎啊？我要创啥？人等下要来啊，你到底去倒位啊啦？我伫迄楼尾顶练唱歌啊，练我想讲唱歌，还是免甲我招许？敢讲你嘛是想要搞共款，要加入去因的迄乐团？我是无安尼想啦，毋过你安尼家己一个人偷练，安尼干对？我毋知影要练啥，我想讲无我起来楼顶发声者好咧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时间要到啦，IM 要到啊啦。所以咧，你先去食药，我搁练者才对啦。你确定？无啦，我来行啦，落去啊啦。好啦，听众朋友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区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你这是在创啥啦？我顿地一个尔啦。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我会使讲话对啊！对好对，你拄则已经想要开场啊！你看阮白边特别 NG， 互你表演一下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路亲子乐团的团长，我叫做阿 N。阿 N 呐，哦，是即个 IAN 就歹念的呢。敢有人叫伊阿烟，嘛会使啊，嘛会使但是安尼做歹发音的呢？对，我想讲，是不是我要甲较少我要甲我英文名改做阿 N， RN 系啊，哦，跟阿 N，因为这个字会使念 N 喎，哦，系啊，毋知敢会使呢？应该是 OK 啦。现在甲你做因为我想讲有人叫 AJ 啊是啥，啊拢是两个英文字啊。有人叫 AL， 你知 AL 要怎念无？我真正有一个 L 是阿鲁米哦，毋是，伊叫 L，那毋是直 L 就好啊。毋是，伊是 A， 因为 L 是 L， 嘿啊 L 啊，伊也是 L。你有听出迄个差别无？迄个 L， 哦，甲 L， 啊你有听出迄个差别？迄当中我打实在迄个人，我想讲 L 是要怎念？我拢叫伊 L， 伊讲毋是，是 L。你安尼 RN 嘛是会使啊 RN， 啊嘛有人叫 RJ 啊，有啊，对啊， RJ 对啊，所以其实 RN 我感觉会通呢。会使吼，你莫讲你要叫阿烟，阿烟安尼我可能会有困难。演袂出来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讲咱 RN 是倒位人啊？我是台北人，台北人哦，台北人敢有你伫厝里敢有伫讲台语？处理有，甲时大是咧讲台语的。对啊对啊。啊，啥当初是想要组咱即个亲子乐团？阮叫做台语路亲子乐团嘛，对啊，其实阮甲一个团体就是台语路共学团，就是这有关系。哦，阮其实就是拢是一定坚持要甲囡仔讲台语的父母啦，对啊母语家庭。嘿，对母语家庭。啊，因为阮就是你嘛知影，就是即摆其实毋若台北啦，全台湾拢共款吼。其实台语的环境较无遐好，阮希望互囡仔有较济家己的台语伴、母语伴。对，吼啊，所以阮就组成一个共学团，吼啊，遮的囡仔，吼啊，因为拢讲台语嘛，吼啊，遮的囡仔就会当算做伙安尼。佫因为大家算做伙过程发现讲，哦，台语的资源有影有较少，吼较欠缺，吼啊，所以阮就是想讲安尼啦，吼啊，就是想办法家己甲生出来，吼，甲遮资源生出来。我家己本来是做音乐嘛，吼啊，所以阮就决定讲来组成一个乐团，安尼。哦，所以即摆团长是你的正职。还是讲其实你兼咩对啊，佮有工课就对啊。对啦，但是你若正经要讲我的工课，我的工课其实就是团长，嘛是做音乐的。就是我就是四界兼，我做音乐，因为音乐嘛是就是足侪种的嘛。我有做表演啊，我有写歌啊，吼，我嘛有加减接一寡台语的工课，比如讲我咧做过音嘛，新闻过音嘛，有诶无诶。新闻过音嘛，哇，敢是阮即代？毋是。哦，我安尼我知影是 U 代，三个字对无？对。哎，想要问讲就是因为你是团长嘛，所以你是发起的迄个人，敢是？对。哦，你就是发起的人。啊，当初是你就是啥物机缘，互你想讲我会使去倒发想这物件，爱当去找遮个人。就是讲当初是一个冲动，想讲无要紧啊，出来就会有人安尼。应该是讲，因为阮共学团，我是尾仔才加入的。是，我加入了，我就看讲哇，这个家长，因为因拢无音乐的背景哦。啊，但是因虽然无音乐的背景，但是因足厉害，因家己会去改编歌。哈，哇，无背景，但是我都家己改编歌，所以就是有迄个曲，啊，毋过家己天书。
对，因为因感觉台语的囡仔歌伤少啊，是啊无就是讲有对啊诶可能伤久进前的，对啊，对丢档啊，靠年代啊，对啊，你若讲较久进前的囡仔歌，是可能伊咧讨论的主题，有诶囡仔就是离伤远啊。对啊，对，好啊，所以就是这家长就决定讲，要家己去改变安尼。哦，对啊，我就看着讲，哇，因足拍拼诶，对，咧做这个代志，所以我就决定讲，啊无我就甲因遮诶歌吼，啊就是有诶是改写啦，吼，啊有诶就是佫摕来诗啊艺一个，互伊甲调整一个。所以就是你先加入去台语录这个共学团，嘿，是。共学团内底了，你就发展，啊就想讲啊，会当组一个乐团，所以你就跳出来就是考一个乐团出来呢，对不？对。啊，目前请问成立偌久啊？差不多4-5档。4-5档哦，嘿比咱较厉害啊，无比咱较资深啦，你看咧啦，咱无遐济啦。恁才18岁呢。对，阮的节目嘛就4档好，我已经过4档18岁。想要请问讲团长主要负责工作是啥？因为你才讲你有音乐背景嘛，你个爱写歌，个爱写艺，啊是毋个爱唱？我知影你有唱啦，加减啦。啊甲家己伴奏是毋？对啊，嘿啊，哦，安尼包山包海呢？对啊，啊就是算是哦无法度啊，啥物拢爱做啊。该配音啊？对啊，对，就是伫咧阮团内底，对，甲音乐有关的代志，差不多拢我咧处理啦。哦啊，但是其实除了音乐有关的代志以外，其实佫有足济。哦比如讲一寡行政啊，还是讲一寡，比如讲阮前一阵仔做集资，啊，就爱做足济代志，比如讲宣传啊，或是讲阮有申请一寡计划，甲政府的即个对接，遮有诶无诶代志，那调我一个人做嘛是足辛苦诶啦。对啊，所以阮共学团有其他诶人就会跳出来斗相共做安尼。但是我有一个真现实诶问题想要问，这敢有薪水？团长，这听起来就是无薪水的。薪水袂当讲完全无，就是讲，毕竟阮有一寡补助嘛，啊，阮有一寡商品，啊，就是你加减有摕一寡薪水啦，对啊。但是你若是要算我开的时间，啊，甲这薪水的比例，我看应该是无讲介好。既然都无摕薪水，啥物物件互你支持你会当安尼一路行来4-5档安尼？希望台语的这个环境会当越来越好啊！哇，你是要等这句啊？为着台语，为着拍拼。好，安尼要问讲，就是恁合作亲子乐团，敢是会甲囡仔做回来演唱？是，对，阮的歌曲，阮拢会尽量参与囡仔的声音入去，对。啊，这就是第一个，就是讲囡仔的声音介古锥啦，啊，尤其阮主要是互囡仔听的歌嘛，所以啊，你的囡仔若听到，有其他的囡仔咧唱歌，伊可能伊会较有兴趣，伊会较爱做回唱。对，这是第一个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讲，因为即马台湾社会伤罕得听到囡仔讲台语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阮遮的囡仔伊就是上晓讲台语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尽量互因表现，对，尽量互因表现，互啊透过因讲台语的这个声音，啊来甲大家即个记忆，佮甲吸引大家安尼啦。对。哦，啊，即个乐团的成员一般有几个人？这真学生。其实就是所有共学团的人，只要想要唱，拢会使做团员的对啊。会使安尼讲，对，就是因为阮的创作吼嘛是真特别，就我头拄讲的，就一开始阮是共学团的一寡家长应该改编嘛。对。啊尾啊，就是阮开始咧做唱片啊，一寡出版品的时阵，迄阵我嘛甲大家鼓励，就是讲其实大家当试看觅家己写家己的歌，家己写家己的歌。对啊，因为我家己有一个信念啦，就我感觉台语囡仔歌这个物件吼，其实就是3项物件合作伙，3个方向，都3个咧，就是台语、囡仔甲歌，就是这3个。对，简单清楚。对啊，第一个就是讲你写的歌曲，你尽量要有台语开嘛，你袂当讲拢用华语写来翻做台语，伊迄中间可能有足侪问题。是啊，有抖音嘛。对，还有奇怪海音。对啊，有当时是语法，语法嘛毋对，啊，这是第一个，你要有台语开。阮遮的家长啊，虽然伊无音乐的背景，啊，毋过因的台语开，因逐工咧讲嘛，啊，所以因真认真吼，有诶可以考认证啥，啊，我哋就是因的有迄间看分享。对啊，因的台语其实是有愈来愈好。对，我感觉台语开拢袂歹。过来第二个是囡仔，啊，囡仔的部分，因逐工咧甲囡仔算做伙啊，所以因真知影讲囡仔介意啥，互囡仔听着啥物的欢喜，听着啥物的笑，听着啥物的哭，因遮物件因真了解。
收一下行出来你讲。对啊，上尾就歌嘛，歌就是音乐，音乐的部分因可能较无这个背景，袂要紧，好厉害嘿，就是哇由专业我来甲调整甲写个，哦，想要请问讲，除了创作这台语的囡仔歌，你嘛有出个囡仔册对无？嘿，想要问讲，像迄歌词甲故事拢爱使用台文啊，你当初是开始学习的管道是啥物？我有去上课，你有去上课？嘿，阮遮家长想要甲囡仔讲台语的迄个时间点无共，哦，以我个人来讲，我是伫咧阮某大巴肚的迄阵。嘿，我迄阵我就是讲我要甲囡仔讲台语，因为我台北人嘛，对台北人我就会惊讲我的台语无够好。对，因为虽然我伫咧厝里拢讲台语，但是我去外口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讲华语啊，会当甲我用台语开讲的有影足少诶。加起来可能3个5个。而且你有发现讲，就是咱伫台北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就算咱甲伊讲台语，阿公阿嬷还是阿送啊，你讲华语，因拢对啊，会甲你拢英应华语。华语啊。无论我甲伊讲偌济台语哦，伊就是要甲我应华语啊。我想无咧，啥物安尼？我人想讲啊，你看我无哟，而且伊个边仔迄，伊有咧买菜哦，伊个边仔迄个人讲台语哦，哎呦我怪，我讲啊这偌济钱讲3盘100，我讲对，我甲伊讲台语，我甲伊问讲偌济啊，要甲伊伫遐有化价，伊嘛是拢讲华语呢，我想无呢。对啊，对头路讲啊对，头讲你，无人甲你讲台语。对，所以我烦恼我台语无够好啦，所以阮某大巴肚的时阵，我就去上课，上台语课安尼。所以你是嘛是伫网络面顶查，啊再去上老师的课安尼。对，哇，就有心。听边有听到想要上课的人，紧去查。啊，其他人诶，你敢有听过其他人伫倒位学习，会当甲阮分享诶？对啊，还是恁共学团诶，就是对，因为其实家己开课，毋是家己开课，招学员安尼。对，因为其实讲真，阮就是有一寡听众啊，就是因即摆是有囡仔大生出来，啊囡仔可能佫开始咧学尔。因咧想讲，因要安怎像因看台语以外，因佫想讲会当去参加什物活动，会当增加就是因台语的基础啊，是讲有啥物台语的活动。啊，阮之前拢会带恁的卖种也互因看，看讲恁其实恁有办活动嘛，恁各地拢有办活动，因若是伫迄个所在，因会使去。啊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有迄听众的囡仔，伊讲吼，恁敢会使问看迄恁迄咱的歌迄台语路遐，阮囡仔想要去唱，敢会使？我讲哦，啊，你私信去报名，应该会使来报名。会使，但是时间无一定好巧。哦，我恁讲啦，这某某妈妈，你先加入去迄个卖种业内底伫遐排队诶，内底有做侪囡仔伫排队。其实阮录音确实阮会找足侪囡仔来录，对，因为坦白讲囡仔较歹控制啦。是，你若是讲，譬如讲你找一个2个吼，伊可能伊今仔状况好，伊就录甲袂歹。若后回来伊状况无好，还是讲伊迄工就是毋知安怎咧花啊是啥吼，你就即歹录诶。对，所以阮逐摆录音，我拢会希望找较侪囡仔来录。对，录诶了后才剪嘛。对啊，就看倒一句较好听啥，甲剪诶。所以其实就是课程管道，这拢是伫咧网络面顶找诶。对，其实即摆网络资源介济。对，阮迄阵其实遮个家长家己做迄种读册会啊。哦，读册会哦，哇哦！但是读册会我感觉嘛是介辛苦。对啊，对啊。该带囡仔咧，困都无时间，该读册。平常时在上班。阮朋友生囝生了啊，人已经去看医生。是要出卖恁朋友。对啊，阮朋友，伊就是打电话来伫遐哭啊。啊，无分啥物时间迄种诶。尾仔你知影安怎？我叫因母啊，去因兜甲囡仔带走啊，互伊困3工3暝都无代志。坦白讲，你讲到即点吼，我嘛想着讲，其实阮共学团除了是互囡仔交朋友以外，其实大人交朋友即个功能，我感觉嘛介重要。哦，分享迄个就是带囡仔的过程，还有学习的过程。对啊，而且你若做伙算大人休困啊。对啊，其实你大人休困，有当时无一定是需要倒咧困啦。有当时可能是一种心肝的靠绑，就是一种轻松。对啊，你可能就做伙开讲吼，对啊，查某甲翁交一个。我查甫就，但是共学团内底就是爸爸的比例较少，是毋是较少？对啊，所以我拢听到因咧叫啊。哦，伊敢会跳出来替翁讲话还是？无，我毋敢。
啊，你喺伫遮就是讲，我要徛出来为阮男性讲一两句。听那个有道理有道理啊。你是不是来讲课外改进的呢？我跟我有啥关系？你是家在我拢无安尼。找一个位家己坐落来啊。好，安尼要问讲，就是阿燕，你平常时创作这个囡仔歌，平均一条歌爱开偌久的时间呢？我感觉创作有当时也是一个灵感，佫是灵感。应该是安尼讲吼，我个人创作，我会先掠一寡灵感，嘿，但是这个灵感出来了，无一定会当成做一条完整的歌。但是我会先甲记录落来。有的人会讲理性甲这个感性嘛，我创作一般来讲是感性理性和感性理性啊，就是讲我先有灵感，有灵感了，我可能灵感到一个阵崩了，我会用较理性的方法去甲调整。你是毋是甲阿优共款啊？就是一个做者啊，向全部甲伊倒起来，变做一个物件呢。差不多。哇，天才型的拢是安尼啦，真的。我昨才拄听恁迄集啊。你讲阿优迄集啊？我讲迄集就是，阮有真侪人去受到鼓励，我有两个听友甲我本人，因为阮本来拢感觉讲这物件咧学插节，学一项，就是哪像讲安尼无专。尾啊听伊安尼讲，感觉哪像有一个人甲我救呢，有摕一个放落来，我会肉伫面顶，较袂熟。这部分我甲伊的信念是最接近。对，因为我自细汉到大汉，对，比如讲以音乐来讲，因为我毋是音乐系嘛。是啊，我就是你是。无，我毋是。对啊，你看我头一摆我去学吉他的时阵，我单头一个死苦咯，我敢知哦，这死苦咯。趁10万，后一个 A 麦，会当趁6000，安尼我无可能知影食嘛，对但是我尾啊，确实是用这来过生活，就是专家来专家，对，来专家，对所以就是讲，我尾啊，家己去思考我的人生，我感觉讲，我做所有的代志，一开始就算我认为这件代志对我未来无一定有帮助，但是到足落尾来看的时阵，其实这物件拢是有帮助的，对，拢是有影响到我，对。比如讲台语嘛共款啊，我自细汉可能阮老爸老母教我讲台语，我嘛毋知影讲我尾啊，就是我做的工课有足侪甲台语有关，对啊，或者个代志我拢毋知，对，颠倒头来讲，其实我感觉台湾有遮侪问题，其实是因为安尼，就是因为大家拢功利主义。对你要做啥物代志，你要先想讲我做这件代志，敢有啥物好康的？对啊，我会当趁到偌济，我会当得到啥？对你若感觉嘛袂当得到啥，你就无愿意做。但是有足侪代志是你爱先做，上尾你才知影你会得到啥。对，真好。安尼我问讲，这个歌写好，敢有人咧编舞安尼？因为囡仔嘛，总是爱跳舞啊。向跳来讲，对啊，因为阮即摆听出这个写歌可能毋是一个时间，有一个譬如讲一礼拜、一个月是啥物一个时间会当甲伊无遮尔固定，对，这就歹讲的啦，我感觉就歹讲。安尼咱就直接跳去后一条，写歌靠灵感，若是编舞咧，编舞敢有专门的人来编，还是讲嘛是看个囡仔跳，迄个灵感就走出来安尼。编舞跳，阮教学团有的家长进前伫咧幼稚园咧做老师，对所以阮有一寡舞是请因斗相共。咱就是专业人员伫内底咧。无迄三两三袂使入去即个团咧，无啦。毋过阮的团的特色啦，就是讲阮遮的歌吼，阮遮的舞其实是有经过考试的。考试是经过啥物人考试？就经过遮的囡仔，共学团的囡仔。对，就是阮遮的歌，其实我做出来了，我拢会放去群组嘛，然后互大家听看卖，互听看卖，大家囡仔的反应是安怎？是，编舞嘛共款啊，可能阮歌做出来了，伫咧共学团的时间。就放出来，教大家跳，大家跳看卖。像阮之前有一条歌叫做《欢喜肉圆来跳舞》，我有编一个肉圆舞嘛。其实迄个肉圆舞，阮头一摆编好，我音乐做好放出来了，阮会发现讲，哇，这个节奏安尼跳落吼，大家伤忝，爱较简单咧。对，家长大家有诶拢有会啊。囡仔可能袂要紧，可能较忝袂要紧。重点就是讲，像即种诶，我就会当去调整。比如讲这间奏可以较长一寡，大家当停落来休困一下。
边仔串者，对吼。边有你叮当，但是你休困。嘿，无毋对吼，啊，就是靠遮的调整吼，啊，甲遮的歌愈调整愈好势，安尼。哦，安尼想要问讲，恁平常时拢伫倒位伫表演？表演就是无一定，有人邀请，有当时是有人邀请啦，嘿啊，像有诶幼稚园啊、国校啊嘛邀请阮去，或是有诶其他诶母语团体，有当时也邀请阮去，啊，阮家己嘛有办。全部拢全台语诶，即种演唱诶活动，互囡仔安尼。哦，咱想要问讲，就是囡仔是主要诶观众嘛。你伫雄雄出来阵，你感觉讲要安怎去因，就是来看表演，而且是要去因诶时阵，敢有啥物爱注意诶代志？囡仔诶注意力其实无法度伤久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你自头到尾你拢唱歌，就算你唱甲足好听，伊可能一时啊，伊听者就走起来。对，伊可能会互其他诶物件，对啊，分心，对，甲写去安尼吼。对，所以阮若是家己诶表演，就是时间较长，可能1.5钟、2点钟迄种较长诶表演吼。一般阮拢会分几个阶段。是，比如讲一开始阮先唱，对，我唱了后，阮会休困啊，耍游戏，大家做伙耍游戏。对，过来可能游戏耍完啊，歌听，啊，过来可能阮就会带跳舞。啊，阮有设计一只红啊，叫台语录。啊，对，一只录啊。对，啊，就是讲，迄只录啊会出来，啊，佮有阮嘛有找几个较少年的哥哥姐姐迄种的。啊，我知，嘿，迄修行的主持人。嘿，对，大兴啊、俊杰啦，啊，叶嘉因拢来斗相共。对，啊，就是互因去带囡仔做伙跳舞安尼。对，啊，所以就是即几个阶段呢，一直循环吼。安排无共款的节目，对，一直轮流。对，互因的注意力无法度，就是一直无共款物件咧变化。对，家己去伫遐呢。系啊，对，阮都用即种方式。啊，敢有啥物特别需要爱注意的？譬如讲落甲出来阵啊，敢会惊讲迄个囡仔弄着啊，是讲去互囡仔拍。因为囡仔做热情诶，伊若咧冲过来呢。有爱有一个专门诶人甲顾咧，啊无惊讲伊头去互人绊去。哎呦！伤粗残，有囡仔可能无落接受落甲挽起来内底有一个，水哭出来咧。你要问讲，敢有就是大卡失去控制的状况过？即时阵是毋是唱一条歌？是控制着。加减咧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囡仔有当时啊。真诶较歹控制。你讲有啥物印象较深诶失去控制诶状况？大卡叽叫呢？有叽叫诶嘛有，有诶一直走来台顶。走来台顶？嘿，有当时安尼。你们做伙跳舞安尼啊？嘿，对，可能因足欢喜诶。对，啊，但是就是因为囡仔伊无想遐济，伊就是介意台顶诶人，伊就想要去看卖台顶诶人咧创啥，啊，台顶诶物件伊想要去望看卖。但是其实这有淡薄危险呢，因为有可能啊。看到诶，什物摔落是讲拄面顶摔落，爬去台顶诶无打好。对，所以较细腻诶，对啊，所以若是即种一般，阮就是会请工作人员先请伊落去。有一个人伫边啊协助就对啊啦。对。好，敢有算过就是一场上济有偌济人伫台卡？一般差不多拢200个人左右。对啊，200个人是200个囡仔，是家长家囡仔。家长家囡仔。阮200人伫下骹跳舞嘛是。我拄仔是想讲有200个囡仔拖甲做听。阮若是讲去迄种国校啊、幼稚园内底就差不多200个囡仔。哇！安尼还有几个工作人员？遮俩老师拢是工作人员。老师拢是现场顾。我想讲迄抓袂掉呢。200个呢？对啊。无法度想，真诶无法度。其实迄老师拢诚专业啦。对啊，囡仔咱像拢足惊老师诶，老师有一个尾款。对啊，而且就是阮咧表演诶时阵，其实大部分诶囡仔对台顶诶表演者，伊嘛是有做尊重诶，对基本诶尊重。有啦，有教好啦。啊，敢有啥物？就是除了囡仔走来台顶，敢有啥物？就是印象较深诶。印象较深诶，我就是阮咧表演诶时阵，阮常常会甲囡仔互动，就是讲阮诶歌啦，阮诶歌，阮拢会设计一寡互动诶部分，比如讲一条歌叫飞起哩，啊，就是1只、2只、3只飞起哩，4只、5只这吼，啊，就是阮本来是伊就飞起哩啊，我本来是10只飞行机，对，10只飞行机飞起哩，安尼，啊，就是甲大家互动，比如讲。
阮会问讲，好啊，过来飞轮机飞过啊，过来啥物物件要飞，哎，嘿，然后啊，就会请下骹来因表演分享，来诶回答。回答啦，来回哦答。叫我就是要背，叫，伊来开始表演叫啊，你嘛真趣味啊！安尼嘛袂歹啊，我学起来。对，对，我感觉像这就定定现场会听到一寡阮想象袂到的物件。对对对，哦囡仔人诶，想象的。对啊，比如讲阮想到的拢是交通工具嘛。对，对啊，可能有囡仔就会讲10张卫生纸飞去，哦，这老母会甲你拍，对啊，是讲比如讲啥物10只家蛇飞去，哦，这伤恐怖，太恐怖。对啊，就恐怖诶。你咱哪有大呢？对啊，反正就是可能因厝里有一寡生活的经验，吼，哦啊，伊就会甲讲出来安尼，系啊，啊，就真特别。趣味啦。好，是毋是进入咱头前讲遮济，是毋是进入咱上重要的一个部分？你知影阮是一个歌唱节目啦吼。既然讲到囡仔歌，对，阮今日看你落车，知影讲你是有准备的。听众朋友，咱第2摆，咱的节目第2摆有人炸吉他来，伫遮甲你弹、甲你唱的，就是吉他一啦。你有准备好，就是要唱倒一条啊吧？还是阮会使点歌？讲笑的，点歌我会使弹互恁唱啦，哦，弹阮唱哦系，啊，我要唱《伤心酒店》，哦不，好啊，你若要我会使。毋通啦，阮讲笑的啦，阮今日是你的主场咧，还有你唱呢。好，啊无咱就唱一条歌，头拄讲的互动嘛，嘿咱就唱一条有互动的。哦好啊，哦有爱做囡仔对无？啊，会使等4个回5回安尼。我8岁，你9岁啊？无爱，我较细汉咧，哎，我3岁。好，我4岁。好来做伙拍扑啊好啊，安尼敢会收差？杯，来哦，我那拍拍袂记。这糟感无好。对，我拍着歹酷啊。阿母，你网络要啥物？咿呀咿呀哟！阿母，你网络要啥物？咿呀咿呀哟！一条500块，2条1000块，买一条，买2条，买到厝里几6条。阿母，你网络要啥物？咿呀咿呀哟！好。等下哦，还袂煞哦。嘿，我手酸啊。咱头拄是阿母对去网络买衣啊，对无？对买衣啊，对无？好来，啊，过来买啥物人去买？我变好，我边去买。啊，我边买啥？买西瓜。买西瓜哦。好，后尾去倒去买？诶，网络啊，嘛是伫网络。网络，无一定网络，换一个啊。超市好啊。超市好，所以是啥？我边去超市买啥物？西瓜哦，好。哦，西瓜西瓜哟。好，困难嘞。好来做伙唱哦。做伙唱哦。还敢记得起来做伙唱哦。试看卖。来湖边去网，毋是啦，超市啦，歹势，我嘛袂记得。我记我嘛是要去网络。来湖边去超市买啥物？西瓜哟。湖边去超市买啥物？西瓜哟。好，来问题过来啊，西瓜是算啥物的？是啥物的？一粒，好，一粒啊，一粒西瓜偌济钱？一粒西瓜500块，敢有遐济？你看大细粒，对啊，西里迄种诶大粒的，可能就真正有真正500块啦。好啊，500块，好啦500 块，好来啊，一粒500块，2粒偌济？1000块。我个困难诶，我算好啊，你又过来算数学啊？对啊，搁爱练数学吼。系啊，好来哦，一粒500块，2粒1000块，买一粒，买2粒，买到厝里几6粒，买去超市买啥物？西瓜哟。好，就是安尼。厝拢是西瓜，做阿姨咧要说西瓜，对啊，阮现场就是安尼互动。欢乐。啊！以后要去现场啊，就要伫遐出数学的问题，跟大家考倒。会使。安尼真厉害！安尼你除了唱这囡仔歌，我想要听你唱，就是无共款的歌。来，跟我去拍。有啊，这就是阮现场歌唱比赛，就是安尼。
歌手比赛呢。对对对，我啊，但是咧袂使手收长呢，手收长。有啊，阮就是20秒以内。20秒以内就会使。对啊，因为你看，你平常时用唱这囡仔歌，啊，有伫阮的节目，就爱有一个甲别人无共款的。阮就是想要听你唱一歌流行的，还是讲较无共款的，还是唱迄个无？有哪迄种的？无啦，讲笑的。正经要唱哦。正经的啊，但是安尼你听起来就是讲话拢安尼斯文斯文啊，悠悠啊。嘿，看有迄较生气的歌。无共款我就是风格。对啊，阮就是爱听一个无共款的啊。我就讲我毋是歌手啊呢。无啦，你伫阮心内已经是一个歌手啊。你拍吉他就是歌手。对啊，你看咱现场即个西瓜对有。每一个西瓜拢是一个观众。好啦，啊无唱《龙珠回头》啊，哎哟，哦，敢会使？会使会使，唱即种歌，敢会去影响到是你唱这个囡仔歌的形象，应该是不要紧啦吼。不要紧啊。阮有诶，就是有迄五包，伊会讲就是毋是因的范围也袂使做。包袱啊，对你唱的包袱啊，就要宽宽的。无啦，无遐严重啦。好，啊来哦，好，唱一段就好啊。好好，一拍就好。伫坎坷路徛我两公我倒摆，怀疑我的人生干那到屎。我无痴无惊，干那一条命，朋友啊，斗阵来搏，分一支来点，酒一杯来打，请你爱体谅我。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时间一天咧走，汗一滴咧流。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囝斗阵，浪子回头。水啦，无共款的感觉呢。嘿啊我感觉就是这个方向袂歹哦。即种风格的囡仔歌。对，这种风格囡仔歌可怜。做一个台语路大人乐团。对啊，心情你哦看囡仔唱歌伫遐跳放电，啊大人嘛爱唱一歌就是我带囡仔的歌，抛放家己的心情。你看半暝啊起床，无法度困伫遐泡牛奶，迄个心酸谁人知？对无？就是爱恁这爸爸妈妈才知。俺想讲早知，下做俺想讲早知莫来上这个节目，来变甲节目样。好，安尼刷来就是上重要的，工商服务时间啊。是，唱歌唱了，咱即摆开始换即个就是工商的时间。我直接讲晓啊，是嘿，啦，无问题啊。无问题晓。对，好，阮刷落来伫咧9月15伫桃园，对啊9月21伫台南，啊佫有10月初5伫台中，吼，台中阮有办3场，完全这算阮的专场啦。你连专场，对，台语路亲子乐团一个演出吼，啊因为拄好，莫紧张啊，莫紧张。上紧张的毋是拄只唱歌，应该是较紧张才对咧。是，对好啊，就因为阮最近有出一本即个台语路音乐册吼，对，对啊，就是算是一个新册发表啦。哦，啊，对新册发表的过程，就是甲大家做伙互动安尼。嗯对啊，除了这以外，9月28伫咧树林的科教馆，对，即个母语家庭生活节，迄是台语路协会办的另外一个活动，吼，啊，阮乐团嘛会去表演。而且毋但阮乐团哦，吼现场佫有台语乐，还佫有阿狗。阿狗买来哦，对，阮带阿狗呀。嘿，无毋对，阿狗嘛会去。安尼以后咱阿文嘛，可能会使去。会使会使哦有做济啦，哦，做济啦。会使愈来愈济，愈来愈济。阿文那袂准备好，阿文会歹势。好，对，刚有别项。伫咧介绍你的卖种呀，啊，甲人去考过去啊。哦，好，好啊。那你也想要知影相关的资讯吼，会当去网络顶就找台语路亲子乐团。啊，你也想要知影阮新的即个作品吼，台语路音乐册，或者是一本真趣味的一本册吼，你内底有16条歌，啊，这16条歌拢是用手字就当放音乐。哦，你毋免用啥物手机啊、扫 QR code 啊，啥有诶无诶拢毋免。哦，你手字落，方便啊，就当放音乐。而且每一条歌，哦，伊佫有10个图。哦，而且10个图就是每一个图拢配一个声音啦，吼，所以这是你会当互囡仔学迄10项物件。哦，对啊，嘛会当伫咧迄个规张诶大图内底去找即10项物件，甲找出来。哦，对，佫会当学台语安尼。哦，赞呢！对啊，我感觉这以后吼，就是爱佫出一只个落来红啊。
啊，就是买册送即只鹿啊。啊，你上课的时阵是创啥哦？行，带鹿啊出门啊。我讲这袂歹诶，这会使参考。啊，而且譬如讲，咱今日啦，台语家庭有伫迄台中，也是讲高雄，通常咱就是用一个点，你带你的鹿啊去迄个所在现场登卡。啊，咱就收集啥物，第使送啥物，也是讲表演一条歌安尼。我感觉你即个做计划能力袂歹，敢有考虑？我学袂转。毋是家长，敢会使加入？对啊，我毋是家长，18岁还未生囝，我妈妈讲袂使想遐济。会使啊，大兴俊杰嘛毋是啊。对呢。好，啊，你上尾啊，就是我要代替听众，就是问你一个问题。阮有的听众就是因目前就是开始伫学台语，啊，因伫咧教囡仔讲台语的过程当中，有拄着一点啊，要安怎讲？囡仔伫咧厝里讲台语，但是去学校拢无法度，还是讲其他囡仔袂甲因讲台语，因你教起来时阵，感觉讲就是淡薄仔无力。你有啥物话要甲因鼓励的无？咱上尾用一个鼓励，用一个做咧做温暖的现场，甲因结束。我先讲解决的方法啦，我感觉上好的方法就是找伴啦，就像我头仔讲的，就是像阮共学团，其实有参加共学团，甲无参加共学团的台语家庭，因的囡仔大汉就去学校了，因台语的迄个比例是无共款的。无伴啦，对，因为伊有伴，伊嘛较有自信。对啊，我其实。像来参加阮的演唱会，其实嘛是共款，伊嘛是得到自信的一种方式。互伊咱看到规场，大家拢在讲台语，对，伊袂讲我讲迄个话拢调阮兜咧讲啊，去外口完全听无安尼，对。所以就是我感觉加参加活动，啊会当就是加找一寡伴，甚至家己组成共学团，或是讲来加入阮台语路共学团，拢真好，对，拢会当互囡仔较有自信，较愿意讲台语。啊，但是因翁无支持即种的呢。这种嘛是爱加入共学团，我嘛是当加入共学团对，用其他共学团的爸爸来去洗脑啊！其他人讨论有啥物方法？所有的代志就是加入去共学团了，对当解决啦。迄个到底高雄的某某妈妈，你有听到无？我知影。高雄的共学团嘛有活动，你也会记去参加。应该拢有足侪共学团对无？对啊，是毋是？我知影讲伫咧你的北种野内底，譬如讲啥物倒一个地区，你若跳出来讲要哭啊，是讲要创啥，拢会使对无？有啊，其实有遮侪人是伫咧面顶熟悉的，所以就是互相拢有熟悉，即共学团。应该是。讲，因为大家对啊，大家拢会关注阮的卖种野啦，对啊，所以你其实你有啥物资讯留咧遐吼，啊，其实加减着其他所在的人有看到。所以尾会变做网友见面会安尼，像咱之前共款啦。是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阿燕来甲阮分享。你册面顶迄个 QR code 敢是会使扫的？会使啊。好啊，咱拄则翕相面顶有翕到迄张 QR code 哈，有想要知影讲？你敢看会清楚？应该是会使啦。若是想要扫迄张 QR code，但是扫袂到的迄个人，恁会当私信来甲阮问，阮会当传好着。毋免啦，你直接找着有啊啦。阮就是要声音来甲阮讲话啊，恁安尼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阿燕来，啊嘛真感谢你伫现场，哇，就我对，好，感谢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咁么你哋嘅我俾笑，这休困的时间你会当加掉吼，会加掉，你是中出工哦，中出工，你中出工，自回头啊，你哪知道你唱啥？我对你嘛知。